渔光岛是台南市的观光景点，虽然带动观光人潮，也毋过本数嘛随之增加。因此，台南市日本协会号召企业以及民间团体总共250位，选择海湾区域来帮忙捡本数。渔光岛是在台南一个代表的观光景点。那虽然是海滩现在很干净，那够干净，但是还是有观光客越来越多，是马路边那小垃圾也是越来越多。那特别是有抽烟的烟蒂是那个很多。那所以因为是为了环保，那我想要是那个抽烟的烟蒂也是都要拿干净。那然后希望是那个就是来这里观光的朋友们也是要一起为了环保，那保持干净。谢谢。市长黄伟体嘛特别到场来感谢这些企业以及民间团体。包括台南律师公会，还有包括东企业，包括奇美食品，包括台南日本人协会，还有包括月牙湾团体哈。这5大团体今天现场大概有将近100多位好朋友一起来为我们的海滩好来净滩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。他们大概6点多就到了，好，现在8点都已经清理干净。你看我背后这么多，进入这么多垃圾，哈，真的谢谢他们。这个活动是今年第2摆举办，这个活动协会呼吁来渔光岛的游客，莫黑白捡本数，让这个日本的观光景点保持美丽的风貌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